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日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一个台北市的本土病例，有1个人死亡。学校今仔开学，因为防疫规定，家长袂当陪伴入去校园。今仔开始禁止用喷饲猪，但集中嘛到新地实际了解。网络买越人越月饼嘛验出非洲猪这病毒。国防部发布上新的中共军力报告书，指出解放军已经有法度全程掌握咱国的军事动态。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先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是伫台北市，各有5例带病入境，有1个人死亡。本地对9月初3开始要开放23岁到28岁民众预约注 AZ 疫苗，即马注射的日期搁延2天，会当注到9月12号。咱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那今天我们的确定病例是1例哈，那这一例是它是一个解隔前的采检哈，那他确诊，那隔离期间没有跟其他人接触哈，所以没有匡列哈，接触者哈，好，那境外移入有5例，死亡个案有1例哈，那今天的本土病例是在台北市，AZ疫苗哈，这是开放的哈，我们施打的时间本来哈就是说我们新开放的就是23到28岁，好，它本来就是预约时间一样哈，9月3号10时到9月4号18时，好，但因为我们本来是说施打的时间是9月9号跟9月10号，我们再延长2天，好，从9月9号施打到9月12号。来看公费疫苗注射的名单哦，第2类是针对一寡防疫的官员，彰化县有8238个人是全国上济，云林县5499个人第2济哦。咱国内阁有未少民众头1剂疫苗阁还未排到，所以有人就质疑公家单位插队无公平。人数上济彰化县卫生局是表示讲，因为伊有甲全县的人长拢算在内。国内即马继续咧注疫苗，通注射的对象年岁也愈调整愈少岁，所以来 BNT 疫苗也要加12岁到22岁的少年人列入去先注射的对象。毋过伫公费疫苗优先注射的名单内底，有第2类的对象，彰化包含林长在内，加强提报8238人是全国上济，也互部分的民众质疑讲这无公平。无公平就是插队的行为嘛，无少年人才是青壮主力呢。咱伫社会咧拍拼嘛，拢这些人咧从事生产，有这些人先做。里长打应该是算公平的，因为他们要服务里民，要四处为里民服务，所以应该是算是公平的。毋过，也有民众认为，林长的人数无济，也是为民服务，列入去优先的对象算是合理。彰化县的卫生局解释讲，全县有9000位林长，因认为也符合防疫的第一线人员，所以才甲林长列入去第2类内底。因那提报的人数第2济的分林，也有5499人。云林管府表示，一切拢照中央的规定来填报。我们也把乡镇市公所的防疫人员以及县府人员，他们去支援快打站、快筛站，以及村里里长这种在第一线跟民众接触去协助防疫的人员，都申报在第2类，所以在这个人数上面。才会有这样的呈现。云林县府解释讲，各县市的政府在报第1类甲第2类人员的时，有无同款的考虑，会甲林长列入去第2类，就是认为林长甲村长、里长、各村里干事同款，拢有可能接触到隔离或者是检疫的对象，而且第2类的人员，毋但是地方的官员，佮包含真侪人，第一线的外勤员警也包含在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全国高中以下学校今仔开学，因为防疫，家长拢袂当入去学校哦。有一寡头1天读小学的学生囡仔伫门口骂好，有一寡学校顶礼拜是有先开放校园，互家长会当先带囡仔来认捌环境。因为囡仔拢无注疫苗哦，所以就有家长提醒讲，学校的防疫就爱特别注意。几若台机车甲汽车临时停在校门口。今仔日开学，台北市民湖国小透早搁再出现家长送囡仔去学校读册情景。毋过为着要防疫，即马家长袂当入去学校内底。有1年的家长是感觉真紧张，嘛有1年的囡仔伫门口一直哭。没有，他怕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都很紧张，因为第一次要进去，对啊。
所以我们也都很害怕。有点紧张呢，又有点开心。磅体温磅好势，佮甲大纸搭好好，传去到新生专区，多数的1年仔囡仔看起来是真稳定。校方表示，顶礼拜已经开放校园2届，互家长带囡仔来熟悉环境。另外，班级的群组嘛提早成立，互家长甲囡仔了解学校的生活，减少因分开了后可能会产生的无好的情绪。小朋友真的是进来都很稳定，我本来很担心有人会哭着进教室，但是他们很棒，都没有哭，然后我觉得表现得非常好，就出乎我的意料这样。另外，国小统计，开学头一天，全校1700多位学生，无到30个学生请防疫假，会用事先录好的教学影片自主学习。因若防疫嘛是会遵照教育局的指示。吃完以后，就他们老师他们就会帮忙先去做喷啊，他请他们拿卫生纸。因为可能小朋友还没有打疫苗吧，所以我们还是会很希望他们在防疫这一块还是要注意小心这样子。台北市长关文哲透早是到延平国小来视察，佮请做放送员来提醒防疫的流程。伊嘛强调，社区也是有温馨的感染源，一定要伫人数上济校园，甲防疫准备做好好。记者综合报道。史上上长的歇热昨结束啊，今仔有真侪学生啊，拢转去校园上课，大学嘛陆续开学。台大公共卫生团队比较世界各国的校园相关的防疫政策哦，指出大学1年级的新学生是上要紧的防疫重点哦，所以宿舍的防疫一定要特别注意。另外，英国研究嘛发现讲，年纪较大的人哦，疫苗的保护力较歹，所以建议老大人会当量早注第2剂。Delta 变种病毒耍断全球，刷落来暑假都要结束啊！学生嘛拢刷了转去校园，各国拢释出无同的防疫做法。台大公卫团队透过线顶直播来了解各国甲台湾的做法。美国、欧洲是拢鼓励12至18岁学生囡仔来注疫苗，加上采取分配到学校，减少班级的人数，这个措施来降低烧话风险。刷落来，大学都要开学啊！根据英国的研究，大学1年的学生是校内增加烧话风险的因素，所以宿舍消毒刷落来就是防疫的重点。在疫情上面也给我们提供重要的就是对于大学宿舍的情境，学生多多配合，所谓的这个演技教学、视讯的搭配。也是我们在大学里面，我们应该去考虑。现主时，全球拢正积极咧注疫苗，以色列大生来注第3剂到12岁的疫苗引起争论。但首席嘛讲，安尼去冲击到全球疫苗的供应。刷落来，辉瑞 BNT 疫苗ក៏要到台湾。英国针对驻辉瑞和 AZ 疫苗的医护人员和机构的居民来做分析。也若讲，侪伙人对疫苗注了后，因对病毒的压制能力有较差。建议讲，都要对还未感染的侪伙人提早来注第2剂疫苗。只接受了1剂的这个疫苗，它所产生的综合血清抗体，一段时间后就很快的下降，不足以应付这些病毒的入侵。所以这篇的结论是希望要能够尽早接受第2剂疫苗。有一寡国家为着要提高第1剂疫苗的涵盖率，来延长第2剂疫苗，而且对侪伙人来讲。这款的方法是毋是有适合，还阁无清楚。英国针对辉瑞甲 AZ 疫苗进行1剂了后5至6礼拜的免疫力的比较，结果显示第1剂注了后5、6礼拜的辉瑞疫苗含中和抗体甲保护力，拢比 AZ 有较悬。因若 T 细胞的免疫反应优情 AZ 疫苗，颠倒是有增加3倍。另外，对有感染过的人来讲，这2种疫苗平均的效能拢会当来提升因的保护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网咖是这波疫情真严重的一区哦。台北市政府最近嘛甲医学单位合作，要针对网咖民众做血清抗体研究，望讲会当来查出无症状的感染者，进一步来了解疫苗敢有保护力。5月中，台北市网咖区爆发第2管群聚感染事件，疫情马上扩大，加速台北市疫情热区。台北市长郭文珽7月底时捌表示，已经甲北医台大公卫学院合作，伫网咖区做血清抗体研究，希望能找出社区暗藏感染源。经台大公会卫生学院院长詹中环证实，确实有这个计划。台北市它就是看万华这一个社区感染很严重，就开始思考要不要这样做嘛。针对万华这一次，所以可能对于万华的传播链有一些了解，
是以前台北市或是整个台湾的那个没有症状的感染者的状况，可能还是没有办法从这样的调查里面了解。台北市府启动血清抗体研究计划，锁定艋舺区，按算受案人数差不多是6000人，追踪时间6个月。7月2日已经得到疾管署同意，伫8月30日通过人体试验伦理委员会 IRB 的审查。不过，有艋舺区的里长有怨言，根本无收到通知，强调只是针对艋舺区无得卡用找到污素，不过规模应该扩大到全台北市，才能确实查出感染源。你如果说是从万华区开始做，这样子延伸下去，慢慢再做，从热区点开始做，这个我能接受。比较能够精准的推估这一波在我们的社区的致死率也好，或者是住院率需要加护病房治疗的这个比率。张忠宽表示，受案人数6000人，依然伤过少，人数科学拢爱搁提悬。其实世界各国推动血清抗体研究拢在进行当中。除了找污素，还搁追踪疫苗的效果，甚至未来第3期疫苗是不是应该爱做，拢是重要参考的依据。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防止非洲猪隻病毒传出去，9月1日开始禁止使用喷饲猪，至少先1个月。农委会注意，当局中今仔专工到现地了解民间饲猪场的情形，嘛呼吁农民一定要配合办理。在这一次，因为为了避免其他的可能的风险，那我们现在暂停使用。因此，每一天这样的一个厨余的这一个来源，不管是我们来自一般家庭的废弃物的厨余，或者是事业废弃物的厨余，按照环保署的统计，每一天超过1200多吨。我们昨天甚至有统计，快将近2000多吨。我们会配合环保署。但局中强调讲，为了防止非洲猪隻透过喷传入去饲猪场，农委会配合环保署伫全台湾各县市无同的地点来设猪喷的回收点且配合农民会当协助运送，会有运费的补助。9月份开始暂停使用喷的农民，每一只猪会使补助饲料差额500块。若是对7月开始就转型无要佮使用喷的饲猪，会使得到每一只猪2500块的补助。再来看高雄市，之前有查到有越南进口的猪肉制品有非洲猪隻病毒，嘛搁查到个民众透过网络买的虾仁的水饺嘛验到有病毒。另外有一个寄来台湾的越南人伫网络买越南月饼嘛验出病毒。月饼即嘛已经销到台南、台中等所在咯。冰脆玻璃弄箱仔内面全部拢空的，移民署高雄专勤队25号来到前镇区这间徛街所在，结果伫灶骹内面找到6粒的越南月饼。那你月饼是跟谁订货的？这名越南籍何姓女子2年前寄来台湾，透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卖伊买来的越南月饼，一粒160块，销量非常的好。现场只有剩6粒月饼要家己食，专勤队送验了后，结果月饼内面有非洲猪瘟的病毒，追查袂去倒位，除了伫高雄，阁销去台南、台中，分别在高雄、台南及台中等地，共查扣16颗越南月饼，计3.7公斤，多本账册、托运单及犯案手机等证物。本队将越南月饼全数送至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检验，结果竟验出非洲猪瘟病毒。另外，高雄警方嘛接到线报，查到一名伫烧腊店上班的越南籍2岁女子，对网络买来用面皮、虾仁和猪肉做成的虾仁水饺，经过动保处检验，嘛有非洲猪瘟的病毒。本次共查获送验有23件检体，其中有4件为非洲猪瘟阳性反应，其余19件为阴性。在此要特别呼吁民众切勿至国外走私、网购非不明来源的食品。进前高雄市已经查到荷叶包肉、猪肉是有非洲猪瘟的病毒，搁再查到虾仁水饺和越南月饼嘛有，要继续扩大追查来源。记者李小吴、焦管高雄报道。再来看海巡署金门马祖澎湖分署将伫宜兰南澳教育训练煞去拄到有民众的货车伫溪口并且车顶有4个人等待救援，海巡的学员真紧就甲民众救起来了。本分署在宜兰南澳神秘沙滩进行 ATV 救援沙滩车教育训练时，接到附近民众通知有样体表测样，翻覆在南澳溪出海口。本分署学员立即赶往现场，
学员立即展现平时训练有素的默契，众人合力串接，将受困市民民众平安救援上岸，过程约3分钟。这群学员共18人，来自金门、马祖、澎湖3个离岛。画面中会使看到一台货车哦，那纯是溪水涌起来，车就倒伫南澳的溪口哦，车顶有4个人。加在海巡署的学员哦，伫同一个地点的训练哦，所以真紧就把这4个人救起来，大家拢无受伤。再来看台东县政府今年下半年要甲观光行销甲买伴手礼的预算，那4200万哦，用来招待防疫人员甲弱势团体2400个人哦，来参访县政府的相关建设。也毋过煞引起外界质疑，也毋过县政府是强调讲一切合法，嘛已经招标完成咯。今仔就有头一批县政参访团，分别是去花东创国甲东海岸的台东县相关的公共建设来参访。台东县推出接力挺台东进行观光县政参访，招待村里邻长、防疫有功的人员甲弱势团体参访各乡镇甲离岛县政建设一天来回。9月初1出头一团，200个人搭游览车，分6团出发，到创国线、到东海环线微旅行。因为抑搁伫防疫期间，一车限制20个人分开坐。也若负责的旅行社嘛以合约送采购的台东红乌龙茶。东海岸的行程，去县府搭车买倒转来整理好的美丽湾度假村、甲海水浴场。有的老大人是头一摆去遐行搭，看到美丽的风景，游览车的司机是真欢喜，讲在疫情降级了后，总算会当载着人客。政府给了安尼上赞。5月份到即阵。今仔第一天，台东县政府即届甲年度观光行销甲采购盘手的预算4200万，因为疫情的关系，这片的进度受到影响，所以调整做限制对象的县政参访团，而且进行观光经济。不过有县机关认为讲，这款的调整事先并无经过县议会同意，质疑讲是为着选举要白条啊卡。不过受到邀请的村里邻长讲，参访团的成员无特别指定的名单。自有参加的意愿，也不是说我特别指定谁要来参加。毕竟人数还是有限啊，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开放让县民来报名。县府表示，这个规划行程，拢是县府这几年软体甲硬体建设的成果。不过县府当初强调讲，会以这届投入的4200万换来加倍县内观光来宣传的经济，嘛去用质疑讲效果有限。县府表示，等专案执行了后，会阁公布统计数据。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规划顶限5倍券，各部会嘛拢阁提出家己的方案。有民进党立委哦，早起是表示讲，教育部的动资券今年是比去年减少200万份哦，求水上济。文化部的艺放券哦，虽然同款是600块，也毋过去年只有275万份，今年是增加到300万份。疫情降温，各行业拢担要做生意。行政院规划振兴5倍券，按算10月开始用。各部会嘛推出加码方案，希望协助各产业。民进党真侪立委早起联合召开记者会，盘点加码券，发现教育部的动资券去年发400万份，今年到发200万份。每一张拢是500块，是去年嘛有的加码券4种内底，总金额减少上侪。动资券的部分要加油加油加油，真的砍了太多了。安心旅游核拨的金额去年是94.3亿，那今年用国旅券只有20亿，120万份。一份是1000元，总共是20亿，这个真的要交通部再去做一个思考跟滚动式的检讨。文化部一方券去年发275万份，今年提悬到300万份，每一张同款是600块。客委会客庄券去年发28万份，每一份是800块，今年增加到40万份，但是每一张煞减少金额到500块。农委会农友券去年发500万份，今年甲明年会以2阶段发，总共是146万份。纾困再加码，复工有办法。后疫情时代，阁有未少行要求爱有条件开放的行业，想要完全复业煞一直等袂到，才会当忙纾困，帮助因渡过难关。纾困的预算即马460几亿，已经规划98%左右啦，所以剩的钱嘛无济。那必要的话，咱是先替因想办法嘛。第一当然想办法，互因复工。在纾困的加码的部分，目前经济部这边也在规划当中。
好，那后续的话，我们会依行政院的指示来办理。真侪立委呼吁行政院应该要继续来盘点资源，推出纾困5点控，把钱开伫应该要开的所在，好受到真严重冲击的行业会当得到纾困的资源。记者郭灿台北报道。再来看桃园客运哦，因为欠员工加班费，工会去年争取要求公司分期来还员工的加班费，也毋过后来嘛是跳票，要分予900外的员工1亿2000万的加班费补偿金哦，员工嘛是无摕到。工会嘛讲哦，伫疫情期间，家属的本薪只有2万外块，日子实在是真歹过，要求桃园客运爱讲话算话。桃园客运是超时加班的累犯，去年红北空讲工时有做手，去红罚200万。工会甲公司争取着爱赔偿加班费，而且地纸写乌字来签团体协约。桃园客运就爱分3期来还。其实去年第1期公司已经有付啊，不过今年第2期煞发生跳票。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现在薪水减少，1个月2万多，真的不够家庭的开销。那开学也即将来临，小孩的学费家庭的开销，让我们驾驶员真的没有这个能力负担。公司给我们一个答案是：钱有在银行里面，但是没有人盖章授权发这个钱出来。公车运将表示讲，公司的高层因为董事会改选出现门线板斗袂下的情形，不过董事长还阁无改选出来，就无人通甲银行转因啊，提领本期的1亿2000万，只系加班费来做补偿金。技术甲900外的员工，因安尼一直等袂到这条钱，工会要求劳动部都要较积极来介入处理。是看到钱在银行里面放着，动不了，结果还被外面的人去追债，甚至于连安养院的父母都从安养院被赶回来。劳动局目前也已经有在积极的一个介入的一个情形当中他也会督促公司进出的一个履约。工会甚至烦恼讲，桃园客运的人事问题会去影响到9月份正常的薪资发放。劳动部职安署嘛回应讲，劳检单位会刷你来注心张持，若是讲有发现到违规，就会依法来甲罚。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过去一冬哦，有30外医师向因申诉讲，因咧看门诊的病院也是诊所无愿意帮因投保劳保。劳动部嘛回应表示讲，公立病院是有强制投保的制度，也毋过4人以下的诊所病院就无强制要求哦，嘛无相关的处罚。敢要扩大来强制投保的，会来听听各界意见。医护人员伫第一线对抗疫情，若辛苦风险阁悬。毋过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接到各县市的医师来投诉，真侪伫诊所或者是病院兼门诊的医师，确实无所在通好保劳保，一年就有30件。49000多名医师来讲，确定合法强制投保的这一些医师只有8000多位。那如果劳保条例再没有帮他们加保的话，其实他们如果遭遇通勤职灾，或者是像现在打疫苗的期间，很可能会被传染 COVID-19 的相关的疾病的话，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去求偿的。根据规定，只要是无固定的头家，或者是家己隐私头的业者，会当伫职业工会投保。毋过，医师工会小连续替几啊个医师申请投保，所拢去向劳动部发公文拒绝，理由是访请医师会当选择其中一间诊所或者是病院来投保。毋过，医师工会表示，真侪诊所或者是病院，拢敢若愿意替薪水相对是较低的劳工来投保，也若是薪水较悬，因请的医师，都选择性无要甲因投保。公立医疗院所它一定是强制单位，它不是设立这个财团法人或社团法人登记的，或者是说它雇用4人以下的这些医疗院所呢，它就是我们的在劳保条例里面是一个自愿的投保单位。医师工会呼吁讲，都要赶紧提出修正方案，强制非法人登记的诊所甲病院，会当转做是强制投保的单位。劳动部表示，有关扩大强制投保的议题，会阁听询各界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最近公布上新的中共军力报告书，指出讲中共解放军已经有法度全程掌握咱国的军事动态，针对第一岛链西平的区域，嘛有充分的电子通信的攻击能力。
民进党团是呼吁讲，该赶紧来通过国防预算，或者是表示讲，咱的国军应该要加强飞弹，也是无人机远程的攻击能力。中国军机是真接扰乱台湾，伫9月份的头一天，就派军机进入咱国的西南空域，空军是以公布来驱离。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5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国防部发布上新中共军力的报告书，内容指出，中共军方已经会当全程掌握咱国的军事动态，透过北斗卫星全市区的定位，加上部署军机、军舰伫台海情疏经营战场，对台湾的威胁是大大增加。尤其伫电子攻防战，国军分析，共军已经有对第一岛链西边的区域做软体甲硬体电子攻击的作战体系，恐怕会影响咱国济层面。第一个当然就是持续的发展不对称战力，第二个就是我们三军联合直管通勤能力的整合能力的增加，第三个就是后备战力的加强，第四个当然就是后勤维保的一个增加。面对这样的威胁，大家应该同志一心，尽速的审议国防预算。国防部预估，共军003航舰会伫2025年开始服役。这甲外界分析，共军可能会攻击台湾的时间点同款。不过，国军嘛讲，中共受到运输载具的限制，甲欠后勤资源等等的问题。针对这点，国防部提悬国防的预算，要来应对共军的威胁。学者分析，可能会把重点放伫两个空域，一个海域，甲远程打击的能力。第一个空是 F-16长程精准弹药，那第二个空是高空的无人机，第三个主要投资可能就是康定级的作战系统。共军现阶段也未完全有大规模的作战能力，不过已经把东海、南海甲应对外军作战考虑在内。苏志芬表示，国军除了有能力抵抗共军的攻击，嘛透过强化精准打击，增加咱反击的能力，阻挡共军侵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哦，今年5月份雄雄消失1个月，有风声讲金正恩哦是因为注武汉肺炎的预防针产生严重的副作用。最近伊是有出席北韩青年节的相关的活动哦，规个人是散真济，嘛引起讨论。北韩的官媒31报道，领导人金正恩上新的消息。伊伫最近来参加青年节的相关活动，伊规分数拢是穿青色的打扮，而且规身人还佫散一脸，安尼看着加真精彩。现场的青年男女拢真出力咧拍扑啊，就敢若亲像看到偶像遐尼啊热情。金正恩30迄天，佫来接见自愿到偏乡采矿的少年人，甲因来致谢。这族群拢是因为犯罪过，有受到法律的惩罚，毋过有反省过要对党来效忠。原本是互讲做是龙武青年，不过金正恩下令甲因改做是爱国青年。金正恩伫今年5、6月有一时间稳顿起来，搁再来出现的时阵已经加真散咯。苏当时有咧谣喊讲是因为健康问题来减肥。最近脱北者伫南韩的经营的媒体，每日北韩日语的网站都报讲金正恩是因为伫5月有注新冠疫苗，而且佫有发烧吐这强烈的副作用。伊有休困一段时间，不过伊到底是注什么疫苗，拢无讲。过去北韩捌因为血会塌起来的谣言，拒绝 COVAX 提供200万剂 AZ 疫苗。联合国国际原能署 IAEA 第27公布今年度的报告，北韩的边有500万瓦的反应炉。2018年12月初暂停营运，今年7月又搁出现咧恢复运作的现象，因为这座反应炉会当来生产用伫核武的原料布。刷落来，伊的动向正受到外界的注心。美国有一个高层的官员就讲，这反映出美朝双方正需要较积极来对话，甲外口工作，来促成朝鲜半岛完全非核化。华府嘛，当咧设法来和平壤接触。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帕运的电竞选手拉索利哦，克服种种的困难，将参加比赛哦。也毋过塔利班摕一个政权哦，像伊这种阿富汗的运动员哦，尤其佫是女性的话，处境会愈较艰难。有一个前国家队女子卡球队的球员哦，虽然有摕到法国的政治庇护，也毋过嘛是个难民，未来安怎嘛毋知影。
Finally, after a dramatic evacuation from Kabul, Afghan Paralympian Hossein Rassouli was able to compete in the Games. Rassouli is a sprinter but arrived too late to compete in his event and took part in the long jump T47 instead. 因为塔利班设置的地雷炸弹倒手的拉索利，虽然这场的比赛伊排伫尾坎，不过已经有达成伫帕运出赛的梦想。塔利班掌控阿富汗这半个月来，有关这个国家的体坛报道，对少年的国脚伫美国的军机对空中撞啊涉事，到拉索利和跆拳道女选手胡达迪透过全球行动的相助撤出阿富汗。虽然原本会当替国家正面来点出国际形象的运动性命，却不幸来没落去。They told the world we are changed, we will allow the women to work, but it's the fake news because everyone knows they will never change. 今年25岁，目前人当伫法国一大难民接待中心的巴希尔，回想8月15塔利班控制喀布尔迄一天开始，伊完全唔敢出门。前任的队长还佫通知队员都要紧的甲球衫甲烧掉，因为有符合铁律的条件，和希腊的乡亲突破机场数天的混乱，总算上了法国的飞行机。Leaving your country, your dreams, your home, everything is so hard for everyone. Now it's all we will start from zero. 巴希尔文武双全，2010年参加国家队，输当时伊踢球免热面，会当真拼死来追求梦想，嘛伫真侪方面有发展。真侪年前，伊无再替国家队来效力，经营一间女足俱乐部，还佫请做一个土木工程师。即马骹球网工作拢无啊。伊认为讲，根据过去的经验，塔利班对女性的真侪限制，其中包含禁止体育活动，即便搁再互夺去权利，安尼互伊这世人追求的梦想完全破碎去。所以伊干那会当选择离开，刷落来伊要安怎来超测安排？即马还佫无答案。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今年的东京奥运台湾选手摕到史上上好的成绩。总统蔡英文下晡4点嘛要伫总统府来接见代表团，举办台湾英雄凯旋派对。今嘛奥运的选手嘛已经红地毯的成功大道，准备要入去总统府。头一个入场的就是今年羽毛球的双打金牌李勇甲王泽林，咱做回来看因的访问。那在这一次呢，成军2年的情况之下，其实没有很长的时间就可以获得这么大的成功，对你们2个组合的意义来说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肯定我们这个团队，然后还有所有人为我们做了努力吧，很感谢教练啊，然后防护员，然后还有政府对于我们就是的鼓励，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我们今后继续努力的一种原动力。第一场其实那个时候是输球的状况，据说有人流下英雄泪，是哪一位？那个时候是怎么样重拾心情？李阳，你有特别跟他说什么吗？其实我们当下就真的很难过，说我们第一次代表台湾参加奥运，然后就输球，很像是这段时间我们的为台湾打拼的台湾羽球男双，好像这段时间努力都白费。但当下我们就希望说，我们把我们剩下2场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看，所以当下我就跟他讲，我们还有2场，我们尽力拼搏就好。咱的总统蔡英文准备要伫4点来接见代表团哦。网络顶头有专庭的直播，观众朋友嘛当透过网络做伙来参与这个活动哦。来嘛感谢这些选手为咱台湾争取这么多荣誉。2022年特别举办冬季奥运的资格赛哦，选手嘛已经拢开始准备咯。咱来看咱台湾唯一的女子四棒的选手林欣荣，虽然咱无练习场地，伊长期拢伫国外训练，参加国际上大小比赛哦。最近嘛引进运动科学，家己大脑神经回馈训练哦，望讲有机会使拼入去冬季的奥运。一个冰车顶员向前军速度减10招，台湾史上第一位决进世界杯冰车比赛，佮伫2019年得到亚洲冰车锦标赛金牌林欣荣，佮即马依然在练习征战国际大赛赛事。我的战友原本从4个，好像有史以来最多，然后变成就是剩我跟我学长2位。那这些东西都是对我来说，或是对台湾来说，都是一个很新的东西。10月中旬就是要准备出去比积分赛，12月多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机会。在雪类运动资源相对欠缺的台湾，林欣荣一直坚持训练，希望争取2022年冬季奥运资格赛的参赛资格。即马佫加入大脑神经回馈训练，希望能帮助家己达到训练上好的模式，补强环境受限的情形。
我们这个运动其实是很需要心理素质非常强大的选手，但是基本上台湾或是我的环境并没有提供这样的服务，会对我非常的有帮助。那穿戴完成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脑波的录制。在脑波期，训练师为选手讲解课程内容，各做脑波分析。这套大脑神经回馈训练，在欧美国家运动圈已经真流行。不过，台湾到最近这几年，才有业者引进相关的技术。每个人可能在脑区的运作都会不一样，对，那我们就是把这些过高过低的地方调回到一个稳定的状态，达到某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会给予一个回馈。那这个回馈的话，可以是声音，可以是画面。比如说，有些人是比较是关注在自己的呼吸，或者是想象自己成功的画面。以运动员来讲，在体力加技术以外，抗压、耐压性也相当的重要。经过脑波分析，能看出不同烦恼区和身体反馈，帅气要训练选手维持大脑稳定，进一步提升比赛时阵的表现能力。相关训练技术除了运动选手以外，也适用在困眠品质、情绪调节这领域。记者综合报道。今仔透早6:27南部一个规模4.9的地震，地方是伫高雄的那马社区，上大的震度4级，伫嘉义、高雄和台南。外界是正关心讲，最近满水位的曾文水库的水坝，敢会去受到地震的影响？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局是强调讲，目前一切正常。轰的一声，甲当地困的民众惊醒。1号透早6:27发生一起规模4.9的地震，震央是伫高雄的那马社，但是临近那马社的台南南西区震度嘛7.4级，民众嘛喘一个。是在室外是没有感觉，可是回到家里就是那个衣柜会有往外面大概震出来1公分这样子。啊，都在厝顶啊甩一个，啊，就盖大啊，涂骹在都油啊。接近满水位的曾文水库、坝堤所在的台南南西区，以及上游的嘉义大埔，拢7.4级的震度，水库的安全引发关注。对此，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局是表示，坝底地震已回报的震度是3级，对水库并无影响，且民众免烦恼。我们测到的那个震度大概只有3级，那3级对我们的大坝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我们水库管理人员还是会有一个目视检查的。根据中央气象局的地震报告，今仔透早6:27的地震深度12.3公里，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上大的震度4级。不过，持续的时间是真短，是拢无造成重大的影响。记者郑云台报道。来看最近桃园中立有一个查甫人，因为卖冰淇淋，也毋过民众指控讲伊事先拢无先讲好好介绍，等若冰装好后就凊彩划价。有人买1支100块，有人买着2支400块。后来有民众报案哦，佮加上这头家喙暗无挂好，警方嘛同齐处理。我一直问你多少钱啊都不讲啊，做好跟我说1支100，啊你凭什么1支100？天气正热，有民众伫中立地区，甲沿路咧卖饭饭的查甫人买冰来食，头家事先无讲爱偌济钱，直接佮落好势，买1支爱100块。民众嫌讲安尼伤贵伤离经，佮翕影片落来，铺上网了后，发现有真侪民众去互拗蛮去。问这个多少钱，1支多少？他在装冰淇淋的时候都不肯讲，等到装好了之后，强迫推销，告诉你1支100或1支200，连我的助理都买过1支200，然后也有民众跟我们反映，他买到2支400，然后1支上面只有2球。议员表示讲，卖冰的查甫人事先嘛无讲介绍偌济，嘛无标示清楚，大部分的民众拢是片啊蒙蒙的了钱无带。提醒民众讲，若是介绍无下，会当拒绝甲买。中立分局表示讲，收到民众报案了后，已经有通知卖饭饭的姓黄的查甫人到案来处理。另外，这查甫人无甲喙瓮挂好势这部分，嘛有甲做检查记录，交予卫生局来裁罚。本分局受理报案后，于隔日19时许将黄贤通知到案，讯后依社会秩序维护法函请桃园地方法院简易庭裁处。社会秩序维护法，检察机关可以主动介入，也可以经由民众的举报介入。法律上都有规定，会处3日以下的拘留或是罚款。律师朱光仁强调讲，强卖强拗财物的行为虽然无算是违反刑事法律，不过已经构成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8条第1项第3款的规定，会当处3级以下区域，也是12000块以下罚款。记者综合报道。
台南市有一个4岁查某囡仔昨日暗亲像受到苦毒，送病院急救，后来嘛是死亡。警方怀疑讲，这查某囡仔是受到妈妈同居的男朋友虐待，已经甲这2个人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检方嘛认为讲，2个人涉嫌犯着杀人等罪，向法院要求羁押禁见。目前从那个伤势看起来大概不排除就是有以那个器物大概是棍棒啊，甚至有可能也有用那个徒手大概伤害的这个状况了。身上的伤势很多了，外伤非常的多。那详细的死因检察官还要择期会同法医解剖鉴定。查某囡仔妈妈甲当事人面对提问拢无讲话。经过初步调查，2人表示冇有动手管教，毋过出手无当，送医进前也无拍囡仔。有关互警方以伤害致死罪嫌移送。检方审后认为2人涉嫌杀人等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社会局这边的话，那我们就针对这个案件呢，我们就《儿权法》第49条，我们会有一个这个行政裁罚。另外呢，提出一个自诉独立自诉。查某囡仔妈妈2年外前，因为先生过身，将囡仔交予家己亲友照顾。今年7月才返来台南，毋过才5个月就疑似发生虐待囡仔。社会局表示，会代替囡仔提出离家伤害道德告诉，确实调查事实，会依法罚6万到60万。记者综合报道。花莲之前因为消防局帮民众低调旁收无细力去造成火烧山，嘛互消防局受到真侪批评。到底掠芳掠蛇业务，敢是消防局应该要负责的？花莲县政府是表示讲，对9月初开始，会将掠芳掠蛇这业务交予民间的专业人士来处理。顶个月2日，花莲丰滨消防分队因为协助清不地主古道虎头旁收无细时引起火烧山，互人批评。不过掠芳掠蛇伫真侪县市毋是消防业务，花莲县是为9月初一开始回归农业处。109年我们总共执行了3000多件今年的话，1月到8月份的话，总共有2110件常常因为一些意外状况，同仁被风遮掠芳掠蛇有风险，器材有一定的要求，农业处也是交予专业人士来处理。虎头芳伫现场扑灭，抓是野蜂。一个乡有2个同仁，那如果说他2个人跑不过的话，我们附近的同仁，其他乡的同仁就会过来帮忙。掠芳掠蛇业务交予民间专业单位来处理，消防人员是较轻松，民众也加支持。因为捕蜂其实占领了我们蛮大的工作的项目，我自己一天的话，我最多的时候应该超过3件以上，最多可能会到6件这样。他们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救人，然后还有救火。消防局强调，民众应卡119或者是1999管护专线报案，相关人员拢会挂识别证，而且无收钱。目前全台只剩新竹市连江县、平湖县也是由消防局负责掠芳掠蛇业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县有一个校园内底有民国50多年的时阵起的像的造型的厝流浪，最近理论国小就伫像造型的厝流浪边放一块退休的牌仔。学校表示讲，会把这个厝流浪当作是学校历史文物、甲装置艺术来保存。来到云林二轮国小，学校主任详细和学生囡仔分享校内这座像形厝流浪的故事。伊建造伫民国57年，到今已经有53年的历史。因为使用年限真长，加减出现安全疑虑，学校最近伫边仔采购示牌按算要将这座厝流浪当作校史文物来保存。就是之前都会在，就是有时候躲猫猫都会躲在上面。学校基于那个小朋友安全的理由，所以我们就把它规划成一个文物的保存。那希望说，我们历年来的毕业校友回到校园内，看得到属于他们童年时期的这个大象溜滑梯。云林县府表示，因为福部的要求，伫民国112年进前，各学校的佚佗设施拢需要符合安全管理的规范。原来有真侪国小的像形厝流浪，经过专家评估，就阁需要修复才会当使用。毋过修复若无下成本，学校通评估转型做校史文物。10多年啊，迄阵，阮孙仔细汉，阮曾孙仔细汉，
华盛啊。学校要考量说它的修缮部分是不是适合，符合成本，然后呢，要让学校做整体校园评估之后，再让学生做使用。所以有些学校也会把它当成校园景观的一部分。教育处表示，原来袂少国小的像兴趣流浪，对去年开始小煞退休，主要是因为无符合校园佚佗器具的规范。不过大部分学校拢将伊转型做校史文物，希望会当保留校友囡仔时代的记忆。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消保处甲食药署做伙调查市面上61间连锁饮料业者发现有7间糖量甲总热量的标示无符合规定，有4间原料的产地标示违法，食药署处罚业者计共36万块。也毋过针对饮料的糖量也是热量国内其实目前无相关的规范。伫热天来一杯手摇饮料是真侪人消暑的方式。行政院消保处最近会同食药署调查全国包含离岛连锁饮料店61间现场调制饮料。抽验分析的结果包含老虎堂桃园 ATT 店、北包客栈小食店、万坡岛树红茶德巴胜利店、一方水果茶台中秀泰文心店、丹丹汉堡中德店检测总热量甲总糖量拢超过原本的标示值。那总糖量、总热量我们只是把它抽起来去分析化验了一下，它标的和它原来标的是不是一样？就是这样子，和他讲的是不是实在？另外，还有2间业者无标示总糖量，也有4间原产地标示无实在，或者是无标示原料原产地。亲像有名连锁店肯德基、屏东逢甲店、甲珍珠丹、祥鹏、商行，拢无标示原料原产地。小数依法总共开罚36万。啊，毋过有寡粉圆、零茶抽验结果，一杯含糖量就超过个人建议一天摄取量。啊，毋过目前国内对含糖量或者是热量并无相关的规范。至于说它对健康上面的这个影响的部分，那国健署会有国健署的一些相关的做法，就它也会有一些宣导啊、教育啊，那也告诉我们的民众说，其实你应该要在选购的时候做一些更多的考量。根据消保处调查，100公克的桃园老虎堂、乌糖、粉圆、高零茶，糖量就高达9.67公克；台中市珍珠丹乌糖粉圆限量也高达9.36公克。依照即卖法规，目前干来针对标示真实性甲完整性，民众选择进前都要注意，加看标示，尽量选择低热量、少糖的饮料，对身体是较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交通大队统计讲，最近这4天台北市过路人交通死亡的事故，大多数拢是过路人行为规，案件冇增加的趋势。敢若是今年的1月份到8月份全部有25件死亡的事故，过路人的违规就占21件，大多数拢是冲红灯。明明是青灯，汽车才打要驶过路口尔，却雄雄有人撞出来要过车路。这个驾驶是行一条袂赴大东啊，怎安尼弄落？车是来来去去，呼呼叫。民众共款无咧看行人的号志，弄红灯要过车路。有闪过几啊台乌多摆，毋过尾手也是去互弄着。行路人要过车路，现在是传出有车的事故。像这个秒数短短的，你从这边冲到那边秒数都不够。可能想要说抢快一下，对，反正谁都有可能会想要抢快一下就发生，对啊，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根据警方的统计，台北市行人交通死亡的事故，107年28件内底有16件是行路人违规，过当年27件内底嘛占16件。去年行路人违规的比例是大幅度增加，伫咧23件内底就占18件。一直到今年，估是1月份到8月份，全部25件内底行路人违规在先的就甲21件。其中弄红灯的是主要起诉的原因。那警方是解说讲，行路人事故的比例会有关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在疫情警戒期间，那车流量少，那行人可能在穿越道路的时候就觉得比较没有车。那等到恢复疫情降级，车流量都增加的时候，行人可能本身的警觉性还没有恢复。警方提醒，虽然民众过车路有优先的路权。不过违规弄红灯，无行花条线，较会造成事故。若是不幸来发生事故，嘛要负部分的责任。所以过车路的时阵，都要较谨慎，遵守交通号志，才会当避免类似的事件一再来发生。
记者综合报道。有一种米哦，伊毋是用产地，也是品种来号名。这种米是为着要捐出去做善事，所以叫做福米。咱来看云林有一个农民哦，伊个传承阿公的精神，一直以来拢有种福米哦，捐予弱势团体。咱嘛做伙来了解。在云林市哦，有一种米号做福米，这款米真普通，不过上重要的是对种植开始就决定这款米是要捐出去布施做福田，才会叫做福米。因为我的先生阿公吴天使先生呢，从以前呢就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那加上我能够有这个机会回来从事农作呢，也是因为阿公他那时候辛苦留下来这些农地，让我们有发挥的机会这样子。那我就一直想说。想要把阿公这种乐善好施、为善的精神呢，就是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要把它延续下去。这款珍贵福米是各路为想要做好大的地方人士出钱，由红雪红来种稻仔，收成了后捐予台中甲高雄的弱势团体。而且这稻仔不是普通的稻仔，是用有机种做的，而且切到是晒日头，用传统方式所种出来福米，有人讲特别好食。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所种植的这个友善稻米，其实产量并不是很多，所以你要用传统干燥的方式，就是量会不够。加上我们有这个空间，那我还是很愿意来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这样子。用家己的心意种出甲人斗相共的福米，甲阿公的爱心传承落去。这福米唔有爱心，更有意义。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云林古坑的咖啡哦，是顶港有名声，下港上出名，都有在地团体伫几啊当前就开始推动一寡咖啡 DIY 的课程，甲民众用肥仔罐家己来烘咖啡豆仔哦，推广在地产业。咖啡豆仔伫肥仔罐内底演奏美妙的音乐，那闻到香公公的咖啡味，就代表这寡豆仔入要烘好势咯。这是华山地区上受欢迎的手作课程之一。为烘豆仔到泡咖啡，民众拢会当家己亲身来体验。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体验看看，它的颜色的转变，还有它的味道。华山地区的自然环境真丰富，伫几若当前开始推动这款无插电的体验课程，互民众用肥仔罐来烘咖啡豆仔，唔但呼应环保的概念，也推广在地产业。我们就是想了这个手陶壶。的那个 DIY 刚好就是搭配我们的咖啡节，然后我们有结合一个产业跟那个环境教育的场域，然后用一个不插电咖啡馆。国内疫情渐渐缓和，当地业者也希望民众假日时啊会当到华山步道行踏，体验手作课程，啉一杯清芳佮甘甜的咖啡，同齐促进在地观光。记者综合报道。屏东那边传统的咸菜汤哦，已经愈来愈少了。最近当地永乐社区哦，就找到一寡100年历史的咸菜汤，用这个汤啊，甲一寡茶壳，伫阮那边哦起一个户外教室，咱做伙来看卖。这款大型的咸菜汤，过去捌是那边重要的经济资源，即马村民发挥创意，将茶汤再利用。结合外来种的音合反木材，要来打造一个渔温那边的户外教室，互后代子孙甲民众熟悉在地产业。会当将那边较早的历史，咸菜是民国60几年的时间，造就那边一寡经济盖风光的时阵的历史，来传承的社会，发挥它的功能，来栽培邻边的下一代。这款真有历史意义的咸菜汤，会当互少年人了解那边祖先打拼的故事。另外，社区嘛用外来种的音合反当做材料，打造一个户外教室，发展在地观光。只去砍除这样子的有害植物，然后来把它做一些木料工艺的展示方面，它很突出。那事实上，在我们林边呢，海岸呢，我们在环境教育上面有我们的专长。那我们在做这个空间的时候，加入德和的技术的专长。这个户外教室会当推广环保的理念，让大家知影循环再利用的重要性，实现环境教育的意义，阁会当互历史文化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
上低30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